香香的裙子，守望人间，此情此景真可以看，很重要。各位好，我要找个圆口，找个圆口啊！各位感恩，知道吗？各位感恩要饮水思源，感恩就是幸福大，知足就是快乐大。所以等一下各位有兴趣的话，我这里有个书签，让各位看一看。这个书签啊。抱歉，我这里的人一共有多少？可以带我分享很多。各位老师有兴趣，等一下可以拿个书签，还有各种鲜活的话语，他告诉你什么幸福，什么健康，什么快乐。幸福是给谁？是给常怀感激的人。这感恩人有福的，感谢就是天堂，抱怨就是地狱，安逸就是悬崖，勤奋就是道路，怠惰就是坟墓。对，老安不觉坟墓，勤奋一走路可走，对不对？再讲一遍，感谢就是天堂，抱怨就是地狱，安逸不好就是悬崖，勤奋就是道路，怠惰就是坟墓。对，老安不觉坟墓，勤奋第一走路。这不仅是他的争取人，所以企业可以不景气，人不可以不争气。我到好几个大企业讲过会，包括什么？那个100里的广达电脑，王永庆的好多，还有人武厂、林口厂、彰化厂、嘉义厂、新港厂，当然就是我全讲的。还有像张荣发的，还有航运、海运，我全讲的，他们也做得很好。不仅出差争气，所以企业可以不景气，人不可以不争气。感谢周天，感谢这些东西。各位从你跟人家讲谢谢是怎么讲？一定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多少感激在心头。没有讲谢谢讲呀，谢谢怎么样？多谢啊！单位话好简单，好为紧张，还有啥了？我注意，我恨一样好大，讲个恨跟讲伤害做对人。我没跟你讲说我恨你啊，那爱就成功了，我爱你没讲过我爱你啊，就是了。所以把这个以后我那看出来这样，对不行啊？让菩萨还有一个平常放的低的，还是要低的感觉。与其金刚入目，还不如菩萨低眉。所以入目的都是金刚，低眉的成菩萨。让他入目金刚，但低眉菩萨就看了。这好话都很轻松，坏话都很吃力。所以悄悄话让轻轻多，很重要。各位很重要，不要找到源头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样才能够饮水思源，才会懂得感谢。这里有，所以幸福是给谁？是给常怀感恩的人。快乐是给谁？是给心中知足的人。成功是给谁？是给坚持到底的人。都是大。所以等一下有兴趣啊，我跟董事长一共有多少？我带一部分，如果要的话还可以带。这个很棒，你常常看，对你帮助很大。这有2张，一张正一张。注意这个关于有挫折、有失败、有跌倒怎么办？我们人注意的10之8九，怎么样？就多看1、2，少看8九；多看1、2，少看8九。迎向阳光，没有阴影；背向阳光，到处黑暗。请大家有挫折、有失败、跌倒了怎么办？跌倒了怎么办？我爬起来，看就白白跌倒，懂吗？跌倒必然急着爬起来，看好久了，现在爬起来，是我在点吗？对，不要白白跌倒，要有收获。所以挫折中要累积经验，失败中要缔造成功。有一种含氧气量对你说的，给南帝做参考，非常好。要找到源头，才会饮水思源。第2个感谢，广结善缘，广度有缘。刚刚讲有缘习缘，无缘才随缘。我们人生啊，最好缘越大越好。然后呢，这个 X 头啊，就知道 X 头越大越好，Y 头越丑越好。所以前生长讲过一句话：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生活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这个生活力越大越好，生命越久越好，这叫可大可小。以后我们人
对不对？要叫昌光大道，要越过越讲不失败，叫扬长养道。就希望我们人越走越宽，然后呢，时代要更加越强，要相信会到更大的所以我希望别人很重要。各位，我是教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先我讲的是句话很好，连续干连续对不对？8个字，然后和和气气，相亲相爱。连下来8个字，叫自自然然，无挂无碍。活的8个字，叫坦坦荡荡，尽心尽力。死的8个字，叫潇潇洒洒，万事。就把它写下来，说上很少。你把它贴在墙壁上，你看，我想再讲一遍，连续要怎样？连续8个字，和和气气，相亲相爱。连上8个字，叫自自然然，无挂无碍。活的8个字，叫坦坦荡荡，尽心尽力。死的8个字，叫潇潇